奶昔创业教学课程，打造你的甜蜜事业。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奶昔店吗？或者梦想着将对奶昔的热爱转化为成功的事业？我们的奶昔创业教学课程正是为你量身打造的。这门课程不仅仅是教你如何制作美味奶昔，更是一套从零开始，带你全面掌握奶昔店营运诀窍的创业指南。我们将分享累积多年的实战经验，助你少走弯路，稳健踏上创业之路。为什么选择奶昔创业？奶昔作为一种老少皆宜的饮品，市场潜力巨大。无论是炎热夏日的消暑圣品，还是寒冷冬日的暖心滋味，奶昔都能满足不同季节、不同族群的需求。相较于手摇饮奶昔的制作门槛较低，产品多样性高且毛利空间相对可观。更重要的是，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，客制化使用新鲜食材的奶昔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，这为创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。课程内容概览：本课程内容丰富，涵盖了从奶昔制作到店铺营运的方方面面，旨在帮助学员建立完整的创业知识体系。第一部分，奶昔制作基础语，进阶奶昔基本原理与食材选择，深入解析不同种类牛奶、冰淇淋、水果与配料对奶昔口感和风味的影响，学会如何根据需求选择最佳基底，并掌握甜度与冰块控制及营养搭配。经典奶昔配方实作，掌握香草、巧克力、草莓等经典款，以及芒果、香蕉、酪梨、蓝莓等水果奶昔的制作秘诀，并学习如何开发独具特色的创意特调，例如 Oreo 奶昔、珍珠奶昔、抹茶红豆奶昔等。进阶制作技巧，学习如何透过食材比例、搅打时间和搅拌方式控制奶昔的浓稠度，达到最佳口感，并学习拉花与装饰技巧，以及冰沙与果昔制作、设备操作与维护，了解不同类型搅拌机的选择与安全操作，并学习冰箱、制冰机等周边设备的正确使用与维护方法，建立卫生标准作业流程。第二部分，店铺营运与管理，店面选址与装潢，学习如何评估人流量、周边环境、租金成本等因素，找到最适合的店面位置，并根据目标客群和品牌形象，设计具有吸引力的装潢风格与高效动线。成本控制与定价策略，建立稳定供应链，学习有效的食材采购技巧，减少损耗，控制成本，掌握毛利计算与定价，并设计各种促销活动。品牌建立与行销推广，学习打造独特且易于记忆的品牌名称和 logo， 设计吸睛菜单，并运用 Facebook、Instagram、Lineage 等社群媒体进行行销推广，鼓励口碑行销与异业合作，顾客服务与危机处理，提升服务品质，学习有效处理顾客抱怨，化危机为转机，并透过会员制度等方式培养忠实顾客。财务管理与法规知识，了解创业资金预估与筹措方式，熟悉营业登记与相关食品安全卫生法规，并定期进行损益分析评估经营状况。课程特色与优势，实战导向，课程内容皆来自于实际营运经验，理论与实作并重，让你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。小班教学，确保每位学员都能获得老师充分指导与互动，解答个别疑问。手把手教学，奶昔制作环节全程实作，老师亲自示范，学员亲手操作，确保掌握每项技巧。开业咨询，课程结束后提供学员开业前的专属咨询服务，助你解决实际问题。资源共享，提供优质食材供应商资讯，让你轻松找到物美价廉的原料。弹性学习，针对不同需求，可选择单堂选修或全套课程，时间安排更灵活，适合对象对奶昔创业有热情但缺乏相关经验的初心者，想提升奶昔制作技术、拓展产品线的现有餐饮业者，希望学习店铺营运与行销策略，提升经营效率的准创业者，对餐饮业有兴趣想转换跑道的转职者。课程结语：创业是一段充满挑战但也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。我们的奶昔创业教学课程不仅仅是一门传授技能的课程，更是一个为你点亮创业梦想、提供坚实后盾的平台。在这里，你将学到如何制作一杯杯令人惊艳的奶昔，更将掌握经营一家成功店铺的关键要素。我们相信，透过系统化的学习和实践，你也能在甜蜜的奶昔世界中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现在就加入我们，开启你的奶昔创业之旅吧。